旅程慢慢进入尾声喽，小浮夸拉着我走在阡陌之间，我们越过一片片的农田，不知道他又要出什么鬼点子啦！很多普通哦 ，Hello， 带我朋友来 ，Hello，老板你好。从小就是我妈就跟我说，注意单饮哈，爱煮的。对啊，今天我就带我朋友来啊，这边呢，老板说你看到你喜欢的都可以自己摘，对不对，老板？尽量来，哎。来，自己来。现在葡萄做得到吗？况且还有一些强哎，一些绿绿的。对，我们这个葡萄哈，它算是红葡萄。好甜哦。真的直接可以吃哎。好不好吃？真的浓甜。真的，而且真的，矮的葡萄哈。它甜味，它还带点酸味，它有它很丰富的果酸，它的汁，葡萄汁，好，而且甜又不会太甜太腻，甜到刚刚好，然后又有点带一点。我知道了，恋爱 Q 喵，真的这种甜，有时候也要酸。嘿，没老老不葡萄冇 Q 呀。一串串诱人的葡萄挂在上面，看了我都要流口水了。就在我跟小浮夸摘得不亦乐乎的同时，老板又说另一个棚子里有好多的番薯鸭在等着我们采收呢。而又经过了一阵默契十足的分工合作之后，丰收了好大一篮的番薯鸭。三下来，行我怎么干农嘞？你的空嘛该，那有嘛该？百香果啊。哪里？对啊，你看缝了有吗？啊，真的。哎，我教你们。拧好了就说去给它摇啊摇的，嘿嘛。哎，我是哈了了。贴住，我要贴一下。好。到出来帮你可以吗？来。哇！重点它的过程很有趣。真的。直接剥来吃看看。现吃。用吧。真的吗？直接剥来吃看看呐。好甜哦，都甜咩？然后我觉得对啊，特别最沾的我就会讲，拧好了都会发出的气感长，可以自己现采，让体验那种农村的乐趣。浮夸妈教的真好哎，对开拧哈爱煮豆，这趟旅程有小浮夸做东，我真的是趁兴而来，满载而归。